另外是我们嘅欢喜看4月26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咧推动智慧城市，其中无人无人机伫农业、消防的运用顶面愈来愈普遍。这回消局甲民间合作，成功打造了下水无人无人机，大大降低了消防人员的救灾风险。为了解决施工当中的建筑物火灾，或者是面积大、距离相长，消防人员无到到现场的火警。现在台南市消防局创新研发小组甲民间公司打造了下水无人无人机，家己买水线来改，成本只要2000块，搭配移动式消防泵，或者是附近的水源，就当达到有效救灾。台南边智慧城市，其中无人无人机已经普遍运用伫救灾甲农业等各领域，不止提升救灾效能，更重要是提升消防人员安全，来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无人机、消防机器人，还有这个遥控动力的救生圈，这些都是像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无人机的变体。怎么样呢？像救生圈，它也是一种遥控的方式，无人的载具。那消防机器人也是避免消防人员深入火场，所以用机器人的方式能够到火场进行消防工作，更不用提到水下的这个无人机了。因此呢，无人机可以说是3D 水上、水下、空中都可以用。那对于救灾抢险有很大的救灾抢险有很大的帮忙。会中消防局嘛展示各种无人无人机、水下甲消防机器人，以及伫决策式、直播影像画面等等无人科技的研发成果。当然有一寡设备也无实战经验，不过局长表示上好是卖用到。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虎城风感抗感健康协会5月30号将伫安平国中举办宣扬孝道活动，市长委托等各界贵宾拢到场斗宣传，市长嘛亲自为长辈洗脚、放茶甲抓铃，场面相当温馨。创立伫咧104年的台南市虎城风感抗癌健康协会，除了致力推动全民风癌抗癌观念以外，另外一项协会所要推动的就是孝道精神。今年百善孝为先，弘扬孝道3部曲活动，将伫咧5月13号登场。协会今日特别伫安平区公所办理宣传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收听，并替长辈洗脚，共同来宣扬孝道。年轻的人感觉到孝道的可贵，所以他们来帮阿嬷或者帮父母亲来洗脚、来奉茶。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讲，做一个孝道的基本表现。因为父母亲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拔长大，等到我们长大了，当然要回馈，当然是孝顺、孝敬父母亲以及祖父母。因此呢，我想说这是应该做的，只不过因为时代变迁，慢慢比较少人提到这个部分。今天特别感谢防癌抗癌健康协会以及公所、公司部门合力协力，来让这个孝道有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能够了解到。合办单位之一的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丽表示，弘扬孝道甲天上圣母以孝道为生的观念相同，所以这次庙方也特别准备了妈祖的茶杯，要来送给参加活动的长者。咱的天上圣母有那是以孝道为先啦，所以这个活动吼，咱有送一个迄个妈祖杯吼，这个妈祖的迄个杯吼，送给咱这迄个长老吼，大家吼，那用用吼，就因这子孙甲奉茶吼，摕这个杯会当去啉，佫上较重要就是咱妈祖的迄个意思吼，伊一个香火吼，互咱的长老吼，大家在心吼。为咱大家安尼长命百岁。在宣传记者会上，主办单位也邀请药平社区流行舞蹈班由吴婉晶老师所指导的辣妈舞蹈团再来热情舞蹈，炒热现场气氛。嘛会当看到真侪民众以及小朋友替厝内底长辈洗脚甲奉茶，佫有邀请美甲师替阿嬷画指甲。这安尼有水无？水无？有水无？有啊。有欢喜无？有欢喜无？
报答到妈妈的这个温情啊，所以一定要先第一个，一定要从伊个骹手洗好清气，洗好清气代表对伊的孝心。第二个时阵，俺就是讲为他做一个长寿面，长寿面也是讲互伊啉茶，互伊来遮啉茶对啦，安尼啊，互一个全家乐的一个概念。所以弘扬孝道三部曲到这边已经办了第6年了，而且。第1年的话是，要招人来，大家拢会惊歹势啦啊！我打妈妈讲我爱你啦，打妈妈洗卡也歹势啦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汇成一个气候了，所以以前招100个就比较困难，现在马上就150个了。协会理事长肖登坡表示，为落实协会宗旨，发挥社会教化力量，自106年首次办理百善孝卫生活动，请求市民口碑，以弘扬孝道3部曲的主题为。清净手足报亲恩，反哺奉茶养育恩，承欢膝下天伦乐丁主题，希望救助弘扬伦理孝道精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唔知你敢有听过金甘蔗影展？该影展已经办理26届，今年首次选到台南举办，而且要转型做全台语，要求所有参赛者拢要以台语来拍片。首奖借出1万块美金，嘛是要凸显国际化，并台语文化复兴。今年暑假全美戏院要闹热啦，因为伫高雄经营15档的金甘蔗影展，今年将刷到台南，并转型为台语影展，同时结合戏院甲赤坎商圈，要共同发展台语文化经济。台湾金甘蔗影展协进会为了宣传全世界第一个现地拍片剪接，第7天才完成一部影片的挑战。今年特别邀请《淑女养成记》因小嘉玲的吴雨涵来代言，同时甲桑云勋开场，演出一天限定版的台语漫才，陪影展做伙当大人。这是你第几届参加金甘蔗？我已经参加足侪遍啊。哦，虽然讲这毋是我第1届来台南，啊，不过这是我第1届参加金甘蔗。啊，你毋知哦，今年嘛是第1遍伫台南办呢。是真的吗？对啊。拄才理事长甲我讲，已经办15届呢。对啊，我已经较久啊吼。讲到这个金甘蔗影展，是培养足侪电影人，其中阁有足侪摕过金马奖。对啊，因拢一去无回头啊。这个影展特色就是要现地拍，伫台南拍，伫台南做，嘛伫台南展览安尼，就啥物代志拢伫台南要完成安尼。邀请大家做伙来台南看电影。为推动台语文化复兴，影展决定回到台湾的起点台南，并借出首奖增加到1万块美金。希望有一天台语电影会当参像韩国片同款，互全世界看见。咱鼓励所有人来拍台语电影，互台语的优雅、台语的美丽，互大家看会到，嘛听会到，嘛会当笑出来，笑会到。所以金甘蔗影展伫做16岁的时候，咱特别邀请吴以涵来在咱台南，就是讲咱当大人就是要来做文化的台语的文化复兴的工课，来转做一个全台语的台语影展。今年全新改版的金甘蔗影展，8月12到9月17将举办盛大空前的台语影展，将300部影片持续播送。加上台湾总统世界首映会，要外界感受愈在地愈国际。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德光中学参加今年第63届第5区的课展，摕下3项特优，一个优等甲一个佳作好成绩。校长表示，课展有这款的成绩，对师生来讲，拢是真大的鼓励。而其中特优的作品，嘛将代表台南进军全国比赛。台南市德光中学参加第63届第5区课展，今年提出6件作品参赛，其中就有5件作品得奖，其中3件更是摕到特优，成功晋级全国赛。好的光站。
职工中学相当重视自然科探究甲实作课程，课程的教学内容甲过去非常无同，会当看到这次得到第一位分别是化学科、动物甲医学科以及植物学科，由学生自行发掘主题，并分组将研究论证甲实践。自然探究的精神，好，跟传统的自然科的教育是不一样，好，因为他们会先有一个研究的一个发想。好，那针对自己喜欢的题目，好做一些设定。那这个部分必须要经过规划、经过研究，好，甚至呢，他们要不断的尝试。好，那这无非呢是希望他们培养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得奖的是地球甲行车学科，3位学生为去年暑假开始，花了将近半冬的时间，以探讨有动力帮扶应用伫沿岸流发电为主题，得到优点，也是相当的不简单。利用无动力水泵，然后将水抽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探讨无动力水泵它要怎么运作。然后我们一开始是用塑胶逆止阀，然后后来是用铜逆止阀去试。他们从第一代的实验的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密闭性的做法，会有困难，所以说呢，他们后来发现说这个密闭性的困难点，它因为用水泥嘛，他们不擅长使用水泥的操作，那当然密闭性就不好。后来就改用说 PVC 管来做，那因为 PVC 管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种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把水抽到高处去。进一步的，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把它应用在沿岸流上。其中有一组是制作风力发电机械，简单用喷风加上叶片形成模拟风场，利用电脑将数据提出来做研究，是相当有看头。指导老师林胜军表示，虽然因无得奖，也毋过透过学生家己去了解，利用学校资源，就是对因上好的成长。希望因会当再接再厉，未来取得好成绩。台南新闻杨爽怀采访报道。营家母亲节到想讲要买什么送妈妈，台南的百货业者看准商机，做出真侪促销活动，尤其伫服装甲化妆品顶面相关的回馈高达19%。另外，也阁有来店订好礼相送，要来抢占疫情过后第一个母亲节。疫情解封，佮加上政府普发现金6000块，互母亲节成为每一间百货公司手工业绩的时刻。为伫咧台南市东区的这间百货公司，为4月26号开始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化妆品的部分，台南市独家加码满1万块，佮加送500块；护小累积满5000块送500块。另外，还有家电、名牌包、保健器材等等，上济会当送到1000块。那另外就是说，在母亲节一定要吃好吃的来犒赏母亲。那我们这次在6楼的新推出的木火牛排餐厅推出了干湿熟成的一个牛排以及海鲜的料理，满满的10道的法式料理，绝对能够满足你们的味蕾。最后是在母亲节部分，我们一般来讲都会送母亲节康乃馨。那我们这次台南大圆百也提出了不一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说，我们邀请了后壁的一个世贸的一个兰花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个展。我希望说在现场的部分的话，除了说消费者可以送一些康乃馨给母亲以外，这次也可以换一个方式送兰花给母亲来表示另外一种心意。另外，还有商品膜业礼、抵用券来店里以及银行刷卡礼等等，相关回馈来到19%。档期一路来到5月16号，欢迎大家把握着机会，前往采购家己喜爱的商品。台南新闻杨爽怀采访报道。台南的南赛道文创园区不断进化，这回由文化局结合100年威士忌品牌资源，要来改造园区的天台空间，设计出楼梯厝的南赛道，不止范围更较大、更较水，也兼有艺文展览空间的功能，吸引真侪人来翕相留念。伫台南市长王伟棣以及侪位贵宾的见证之下，南赛图文创园区3点空版本正式甲大家见面。也象征了我们为台湾的艺术家创造更多更棒的舞台。这次透过酒厂品牌关键出资，合作改造园区天台空间，由艺术家刘国昌设计出 T5 南赛图，延续头前的作品特色，创造出一系列泡泡现实的异次元楼梯。海岸路那个时候的2D，这个蓝晒图到园区的3D 蓝晒图，一直到将来现在要
做的这个4D，就是说让许多的工作者从过去。艺术工作从过去到现在，这次同时结合艺文展览空间的功能，打造出4倍艺术空间，让园区呈现全新的风貌。未来这个空间将引进更加多艺术展览甲讲座，提升南西图文创园区的艺术底蕴。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Art Space 能够培育更多的这个年轻新锐的艺术家。然后我想 Space 透过这个教育啦、艺术家合作啦、展览舞台等等，希望以这个企业的这个实质的回馈，那让更多人能够对艺术界的这个支持跟关怀。市长表示，这次公司跨界合作非常的成功，相信这将成为热门的艺文景点。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公会甲建筑经营协会等企业合作，4月30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举办公益慈善音乐会。到时歌手洪英红卖上台表演，希望号召更加多朋友做回来关心视障者。3年外疫情不止冲击各行业，也让原本无看到困难的弱势团体，更是雪上加霜。而人间处处有温情，咱市3大建筑工会特别携手做公益，号召会员以及业界好朋友募集善款，协助惠民视障者教养院举办新来迄首歌公益演唱会。他们看到院长都叫妈妈妈妈哈，那有些他们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自理哈，甚至有一些小朋友也有一种自残的状况哈，他们都要随时24小时这样子的保护他们。所以我们那时候当下都觉得说，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教养院，那这些人该到哪里去？我想他们也很想，他们是可以有一点能力可以自力更生，但是他们先天上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哦，所以他们需要大部分人的协助。我们这个不算是说你拿钱去捐助他们的感觉，我是觉得你应该是我们赞助他们举办活动，他们的活动，他们虽然他们教养院是在台中，可是他们小孩子来自全国，而且他是在台南办活动的。那在台南的活动，我们来赞助台南这个活动，而且那个公益性，我觉得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是对我们工会的。这个惠民学校，我给他了解的话，他是收了我们全国也不分地方只要有需要，他就一定来帮忙啦。那我看这一些的弱势的这一些的身心障碍的这一些，他们都是全盲的那他们有不放弃发愤图强，这个精神就对啦。那么咱正常人啊，有当时就有因的这个精神啦。为了这场有意的公益演唱会，市员詹培雅也特别帮忙向市府文化局借文化中心开演唱会，并在25号召开记者会，为活动做宣传。原来的我们比较目广本来的弱势团体更雪上加霜，看过为了大概这个捐款募款的这个活动这个就比较减少。那刚好这时候我们这个3大企业的营造的领域里面，要帮我们这些的视障的孩子发起的那个公益活动。副市长赵清惠致辞时表示，透过结合众人的力量，做伙来帮助弱势团体，非常肯定众多好友的善行义举。我们第一重来响应这样子的活动，还有吕弟兄那个副理事长，还有陈理事长好多很好的朋友，还有洪董事长都做一个好朋友的今仔日坐喺遮就金光闪闪嘛所以咱不管是讲公益的活动，还是讲咱的赞助，我相信会当互咱第一线这些所谓的弱势的团体得到一个表演的空间。我们讲说那个上帝关的山窗会为你开一扇门。这次演出除了有惠民视障者教养的囡仔以外，知名台语歌手洪荣宏也会登台演唱。新来迄首歌公益慈善音乐会4月30号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正式登场，希望透过囡仔的故事甲表演，会当互各界看到这群视障朋友的努力，也欢迎各界爱心人士持续关注、小额捐款，互惠民教养院会当继续向前。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目前华山基金会伫台南总共有37个爱心填晒站，会当就近来服务各区独居、失能甲失智等老人。其中北区2站伫服务届满4周年即刻，特别甲真真音乐艺术中心合作，举办感恩音乐会，用音乐舞蹈来陪伴弱势、嘛也请有志做伙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华山基金会北区2爱心填晒站已经届满4档，为了感谢各界，互因顺利陪伴120位弱势长辈行过无瓦块的日子。26号伫真真音乐艺术中心的小厅，特别以大手牵小手、幸福陪伴为主题，举办感恩音乐会。会中除了高水的小朋友用广告等道具，甲长辈做伙互动。用轻松趣味的舞蹈来带动活动筋骨以外，另外伫钢琴家杨新珍的演奏声中，以及何彩晨、何彩妮甲何彩恩3姊妹的合奏，小小年纪就晓用音乐来温暖每一位时代的心，相当温馨感动。学音乐很幸福，然后小朋友学音乐的时候又更开心。那把音乐呢带到生活化的时候，生活也会跟着艺术化。那藉由孩子呢跟长辈其实很接近哦，他们虽然年纪差一截，可是心智我觉得是最相通的。那所以藉由孩子去做表演，然后跟长辈做互动再回来，应该会在长辈心中留下一个共鸣，一个感动，对，然后不一定要学习乐器，不一定要真的懂音乐，但是他就可以触动那一刹那很开心、很欢乐。为提供高端失智甲失能等弱势长辈有上基本的帮助，甚至是提升身体机能的营养补充。华山基金会持续找人力、物力等爱心资源来到3工，用参像亲人同款的信任来服务。在这边最令我感动的是长辈给我的信任，是一种类似家人的感觉。但是服务上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在这边也希望各政府单位、各资源单位可以好好一起来为长辈的福祉共同努力、共同加油。面对超高龄社会，政府除了推出相关老人福利政策来帮助弱势，不过毕竟资源有限，需要民间力量共同的投入，扩大服务的网络，才发到周转。台南市政府透过也是跟民间力量，譬如说我们华山基金会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合作，那希望的能够把我们的安全网呢，能够全面的覆盖在我们的老人身上，长者身上，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台南市的长者呢都能够享有非常安静、平和、安全的生活。疫情解封以后，互这群长辈度过难得老得的幸福，嘛希望这个活动号召更较侪民众加入爱老人的行列。爱心专线0625266495。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